今天我们利用这个很简短的时间，来向所有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报告。修行可以得到什么了？那么有一个人就问佛陀了：通过修行，最终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呢？佛陀就回答说：什么都没有得到。结果这个信徒呢又问：那你修行是做什么？每一个人都渴望，比如说有什么心愿啊、财富啊、名利啊、权势啊，有什么地位啊，或者家庭和乐啊、印图开通啊，大家都想求这个。那你为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得到？那你修行是做什么？这么质问佛陀，佛陀就微笑的说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失去了很多东西。我失去了愤怒，我失去了忧虑，我失去了悲观，我失去了沮丧，我失去了焦虑不安，我失去了自私自利，我也失去了贪嗔痴三毒，我失去了凡夫众生的习气障碍，对外面拼命的贪求计较，为去占有，这些习气完全都失去了。各位，我们听佛陀讲这一段回答的话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话很淡，但道理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要改变习气啊，改变我们的观念，改变这个我执的心态。我们人呢，出生的时候啊，应该是最天真无邪的时候，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嘛，人的欲望啊就越来越大，贪嗔痴慢疑啊、喜怒哀乐啊，一样一样的附在我们的身上。修行本来就不会得到任何东西的，但却可以将这些烦恼，比如七情六欲，一件一件的把它舍去掉，使我们能够回归最原始、最纯真的自己。佛就是这样的恳切的、语重心长的来告诉我们一切众生：你占有什么用呢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！所以我们面对的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，如何能够保持着这个赤子之心，让我们的心态不受污染？我们应该要有几个观念：有缘而来呀，无缘而去吧。该来的自然会来，不该来的你期盼也无用啊，求也没有实质上的好处。我们有缘不会去推，不会去拒绝；无缘我不强求。来的呢，欢迎；去的好好的恭送他，一切随缘，顺其自然。有智慧的人从来不活在别人的嘴里，也不活在别人的眼里。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上没有归属感。不管你知不知觉，承不承认，心存的美好，那么就没有什么烦恼的事情。我们心存的善良，就没有可恨之人。心若简单，世间的纷扰一片成空啊！我们如果做好人，身很正，心很安，你的灵魂跟你的梦就会很稳定。行善事，天知地知啊，鬼神都来钦佩你，护佑着你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，人生当中出现的一切都是无法去占有它，只能经历。我们只是时间的过客啊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和所有的一切永别了。前的我们好好去珍惜，过去的我们坦然处之，该来的我们就欣然接受。所以佛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些很简单的话，但是对我们是当头棒喝。我们能够把它充分的应用，相信我们活在世间，在面对的这么错综复杂、变化多端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能够持之泰然，心态不受影响，保有一个赤子之心，你每天都是很喜乐，过得很有意义的日子啊！今天我们利用信徒对佛陀的请问呢，我把这一段内容来转述给大家知道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一起来共勉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